你好，今日我介紹一個咧喺灣仔大道東嘅中華大廈呢個筍盤。呢個筍盤有晒裝修同埋家私，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2800平方尺，有晒全套嘅寫字樓裝修同埋家私喺度。入面有一個董事長嘅辦公室，董事長辦公室後面呢，有一個翠綠嘅山景。呢個就係經理房啦，外面呢都可以坐到6、7個員工，有一個接駁載來去水嘅茶水間。呢個單位呢有一個好大嘅文件儲物庫，最適合呢俾會計師樓同埋一啲企業可以擺放重要文件。呢度有個好大嘅會議室，可以同時容納10幾人一齊開會，非常之方便。如果你有興趣想睇呢個單位的話，記得 call 我 Albert 關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喇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